俗语讲了好。你人事的是安怎请个即款扫涂骹咧？也该伊扫帚啊、细机啊，你人遐高遐袂啦，我是肯做的啦，我是肯做的啦，嘿啦，局长啊，我一个机会啦，我补一个。我这边问恁讲，最近咱的管区内底到底有发生什么案件？我们报过来听看卖。哦，报告局长，今仔昨下晡吼有发生一件流浪狗假伤的事件。狗咬人的这种代志，安尼你联络迄什么动物这款单位相关单位，只狗掠掠去就好啊。啊，不过迄种假伤的是狗，毋是人啊，人假狗啦。喂，嘿啊，人咬狗，嘿啊，有这款代志你嘛？啊，就因为迄只狗闻到 Andy 的鸡腿，感觉足香的，就夹一喙啊。啊 ，Andy 吼都足受气的，我夹迄狗夹转来，伊讲这号做吼。一家拼一家，哎，伤喊，我小，我是你讲的这个 Andy 是人，嘿对，对吧 ，Andy 是一个人，算狗啊受伤就对啦。嘿对，是。哎，好，狗若受伤，这个狗的权，狗权咱嘛是要维护啦。你只狗啊，讲有要甲 Andy 提出这个要告 Andy 讲伊伤害无？Andy 吼讲愿意用5支鸡腿来做赔偿，啊，伊只狗吼嘛已经答应要和解哦。哦，安尼会使。啊，你是听有狗啊咧讲啥就对啦。当然听无啊，我请的 Google 翻译的啦，迄通的，嘿啊来。 ，Google 厉害呢。你毋是等问恁阿嬷哦？什么拢不来嘛？嘿啦，问阿嬷嘛会使啊。假期Google啊，我都讲狗的，好啦，安尼这代志算假，还有其他案件无啦？报告局长，佫有一件哦，足离奇的钓贼头的案件。有插头。外离奇，下离奇。哦，讲来听看嘛。啊，就阮巷仔口王党因厝内底吼，前2工钓贼头，啊，毋拿钱甲落嚟去互抢去，啊，连咧双门大冰箱内底所有的物件拢去互食了了啦。现场哦，敢若剩一块安尼。去互加过的法国面包啦，啊，其他的线索什么指纹啊、卡印啊、头毛啊，拢找无呢。真正加过呢。嘿啊，哦，嘿，是有只枵哟，因为冰箱迄双门大冰箱，迄是足大卡的冰箱，食较会了。食甲打过安尼，食甲纯过，水无浑，无流甲半点仔线索。这确实有离奇，这条案件才歹办。局长，你叫我害我日本人。你免，我叫你唔免烦恼啦，你放心，因为吼，这个豺仔我已经甲伊抓着啊，而且伊搁伫咧徛伫门口口等，你要请伊来无？来，请坐。首先，多谢你配合阮办案啦吼。没啦。警方办案拢需要这个民众大家安尼和警民合作嘛，才会较紧破案吼。啊，想问小姐，你是要称呼啊？你甲迄个王党的到底是什么种关系？我甲你讲啦，我是 Dora，我是王党的秘书。王党的秘书，就秘书。 2天前你敢有去王党的引导？无啊，我去南部做工课呢，无伫个啦。局长啊，迄天我去倒粪扫吼，我有看到一个吼，对王党领导安尼鬼鬼祟祟安尼走出来啦。我想起来了啦，王党迄天吼打电话互我，我已经要坐高铁啊。伊甲我讲吼，我讲事袂记关，我紧去。一般拢是搭高铁吼，嘿，袂坐高铁。你坐咧高铁顶悬，坐高铁搭高铁啦，嘿啦，搭高铁啊，王党都嘿搭高铁啦。王党会打电话。王党打电话来讲，伊家属袂记去关。 嘿，我紧佮甲关落，因为吼，除了讲工课的代志，伊的厝内底诶，啥物代志拢互我处理，所以讲我去因兜足正常诶。哦，所以你这个秘书的工作算真重啦，吼。嘿啦，足负责。王党的引导啦，讲啥物狗仔无饲啦，还是讲家属无关啦，还是心情无好啊，还是讲要掠人。嘿，掠人啊，嘿啦，服务足足少，无好讲啦。
是你安尼讲了真正要斗啊吼，腰无，不你这个哎呦先食一啦啊，吼。这你食过哦？那有啊，把验着机哈，多谢。嘿啦，一支就对啊啦。哎，这无人吃过啦。哎，先食一，先食一，你咪要继续办啦呢。对。伊嫌伊烦，你搁请食胖，你是捌一讲吼，我当然知影嘛。嘿，无啥喏，解除伊的心防，解除心防。哦，你即马会食物件，无形中伊的胖安尼加来加，就喙齿粉就会走出来。连你家己你咧比对，就知影是毋是加呀？哎呦，有英明啦，英灵是红的还英灵，爱细细叫英灵。英明你讲安尼，我会想到我少年时阵，你少年时什么味？吼，啊这吼有当时哦，啊，你这歹食了好食好食好我无？们啊，你哪搞谁种啊？我来一喙落，无啦无啦我今日伤大颗啊！对，吼对，你甲看啦，这胖有无？正平下骹这个躯气，为什么叫做苦气？躯气就是旧词，嘿，躯气、上气，正面这精气，嘛欠一角。而且伊困的时阵，佫会加牙起筋。哎呦，这甲犯罪现场，你看，这个一模一样，迄起魂一模一样，原来都是伊啦，是安尼你也看会出来哦。有啦有啦。为着要慎重起见，敢过其他的线索啊？迄个犯罪现场哦，唯一的出口，就是迄铁棍门派去的卡掉，敢若什么门啊？铁棍门，铁门都铁棍门，是几条那个呢？会转的迄种啊，电动的迄种啊，迄派去的卡掉啊，敢若剩一旁尔，咱会使来试看觅，看伊是毋是会当过，伊若会过哦，反正就是。真好真好，你这个做想法真好。伊讲迄剩家己安尼嘛对啊，我都两个人安尼对啊。对，你两个啊？报告师，拄啊，迄个互我去准备一下哈。好是。好，来，小姐食饱啊吼。食饱。多谢你安尼配合办啊，来，先生。来，啊，要来走啊，迄。没人来，无，遐是。这是安尼啦吼，食饱，咱来鼓励大家安尼较白小看，好啦，鼓励大家小运动一下，运动健康。吼，啊，即摆流行的啊，吼，即摆是啊，什么咧马甲线啦，有无吼？什么咧什么几块肌啦、6块肌、8块肌的，什么蚂蚁腰拢总有啦吼。那咱即摆大家安尼哪练哪做哪练哪做，那身材咧好嘅效果就足赞的呢吼。好啦，老师音乐请了。好来，一个来。你行过了嘛？好来，继续休假。我买哦。好来，好，别过，来换人。你练吧。休息，你的骨头真正有力，这叫做正气充分。真正犯罪人就是你。你唔那甲王党的钱甲路里拢偷入去，但伊呢因兜迄领好食物件拢食了，就当作规冰箱当作白费共食甲清气。你真正是活鱼见水。有第二句俗语，请了，为只等。好来，即摆是安尼哈，即摆是安尼哈，这个新年大家即个小运动一下吼，食饱运动就对身体健康拢有帮助吼。因为大家即摆流行个什么马甲线啊，什么蚂蚁腰啦吼，啊，大家身体健康。哎，老师音乐甲走落去。小姐腰真正有软个啦，哈，安尼叫做正气充分。就是你。真正的犯人就是你。你唔那甲王党的钱甲伊路里拢偷入去，甚至将因兜迄领高价食物因兜冰箱当作白费安尼食了。你真正是饭店兼掠灵。
拍破过来，来请。今天这盘药啦，第一句叫做蚵仔鱼浸水，浸水老师浸水意思是啥？记最逆流而上，啊，逆流而上，蚵仔鱼浸水。第二句叫做饭店兼庙灵。来，因为拄好迄个情形，第一句请举手，无人举手，干那班长一卡。因为无人举，所以我想要试看卖。哦啊我哪举我是感觉我同意伊的选择，你同意呢？所以你本身无意见。我想无，好，想无你两换位咧。可差不多迄个意思啦。蚵仔鱼记水嘛，对啊因为蚵仔鱼啊，啊记水嘛伊想要就是这简单嘛。对啊，对啊，你拄好两个查甫人，贡献。加四个女士又无共款，所以恁药的拢是这个饭店店店零，来，你的想法是？我就是想讲，伊都甲迄王党的因兜当做是饭店，啊，搁去内底搁食饱费，就敢若是掠零，啊，我啥物拢有，安尼。哎，我本来是听得怪怪，但是佫不了有理。嘿啊，你要等打电话问你阿妈，你的想法？我嘛是感觉吼，这敢若有一种一兼二顾，帮大家兼洗裤的感是觉。哦，嘿啊，都是啥物拢有啊。老师，这一个哎，蚵仔鱼浸水吼哎，浸水就是啊逆流而上。嗯，其实哦，毋若讲伟人看到安尼吼，会下指望讲后摆我要做伟人，其实这是自然真正常的现象。因为你逆流而上的上手氧气会较济，所以这是真正常的物件。像蚵仔鱼就是乌鱼啦，冬季差不多这时阵拢会走来咱台湾，啊，遮下卵吼，所以这对于咱台湾的农业发展嘛足重要吼。对。所以蚵仔鱼浸水就讲唔认输啦，逆流而上嘛，唔认输。啊，若饭店兼掠零吼，因拢讲啊足好吼。其实就是讲，咱住饭店本来就是要休困，啊，结果饭店内底佫会当掠零，真正是一兼二顾，无人兼洗裤，番薯狗佫兼正乌。番薯狗伊这番薯是一零一零，中迄个所在吼，拿来种乌啊，这番薯狗兼正乌。你看伊足巧，去共偷地人的物件，佫顺续共食食安尼吼，一兼二顾吼，一大工做足侪工课，所以应该是饭店兼掠零。对两个查甫家己检讨啦，哈。啊，来对不对？无重要，了解两句意思来拍破过来，感谢。